酒類許可證豁免。對於某啲企業或組織嚟講，提供、銷售或供應酒類可能無需酒類許可證。讓我哋嚟探討一下其中嘅一啲豁免情況。民宿 （Bed and Breakfast） 似民宿咁樣嘅小型住宿場所，如果成年客人唔超過8人，酒精飲品係從零售店購買嘅，並且係作為住宿或餐飲嘅附加服務提供，咁可能無需許可證。養老村，如果聚會唔係由養老村嘅經營者組織或舉辦，而係由居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指定嘅人員監督，並且酒精飲品係從零售店購買嘅，咁養老村喺聚會時供應酒類無需許可證。醫院同療養院，醫院或者療養院嘅負責人無需許可證，即可向接受護理嘅成年人提供酒精飲品。洲際同國際郵輪，喺新南威爾士州沿海水域，如果滿足以下條件，銷售或供應酒精，無需許可證。船上至少有可供100名乘客使用嘅臥鋪設施，酒類僅可向已登記付費嘅乘客或船員，僅限船員出售或供應。酒類僅可向船上乘客出售或供應，不得向未成年人或醉酒者出售或供應。禮品籃同鮮花，當酒精飲品作為真正禮品嘅一部分出售或供應時，例如禮品籃或花束，且滿足以下所有條件，則無需酒類許可證。酒精飲品必須從有執照嘅零售酒類商店購買。每份禮品中所含酒精飲品嘅總量不得超過2升。禮品必須以能清楚表明其為禮品嘅方式包裝同呈現。禮品必須交付俾除購買者以外嘅成年人。禮品不得喺購貨地點交付。所有交付必須喺上午7時至晚上7時之間進行。拍賣會，由專業拍賣師主持嘅拍賣會出售酒精飲品可能獲得豁免，但前提係必須通知 The Independent Liquor and Gaming Authority 獨立酒類與博彩管理局，拍賣師計劃拍賣酒類，並且拍賣會公開宣傳涉及酒類。如果你唔確定你嘅活動是否符合豁免條件，建議你查看 Liquor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網站，以確保你符合規定。供應商、經營者同個人不得向未滿18歲嘅個人提供或供應酒精飲品。我哋建議對睇起嚟未滿25歲嘅人員檢查可接受嘅年齡證明，呢個可以包括新南威爾士州嘅駕照，無論係駕照正本定係電子駕照，其他州嘅駕照亦可以接受。澳洲或其他國家嘅護照，新南威爾士州嘅身份證或年齡證明卡。減少酒害，防止醉酒，保障安全，人人有責。如需更多資訊，請訪問我哋嘅網站。